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言牧师。9月17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人生的恩典现场。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5章19到20节。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若有迷失而离开真理的人，有人把他找回来，你们要知道，那时迷失的罪人回头的，会把罪人的灵魂从死里抢救回来，并使许许多多的罪得到宽赦。今天读到撒母耳记下19章1到8节，这8节我想司布真他一句话，我们可以来这个大概预先的来猜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方向。司布真说，不赶快止住良心的漏洞，就会使灵魂畸形残废了，超严重的，对不对？人的良心很奇妙的，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真的，我们的良心会启动，很像是那个我们房子里面的那个警报器，只要我们有一种房子里要火烧那个烟，一点烟，它就开始叫。那你如果觉得很吵，把它拔掉，那里面大火了都不会叫，然后整个房子都烧掉，就使得这个整个灵魂会畸形而残废那人呢？人也是，当我们一点点罪，就是一点点没有对焦于神我们觉得好像没关系哪有那么严格的不至于死啦，会越来越歪越多。我们如果看到可能3个礼拜的新闻，我们知道在大直那边有个房子，本来就有一点点血早上中午到晚上，因为隔壁在施工已经迫害到他们的这个地基，一点点血到最后整个倒塌，很像整个歪楼真的歪楼你会发现说，那也这样对我们看到出事的现场，那些工程整个倒塌，层楼歪掉，都是因为一点点罪，一点点的离开真理。如果我们不止住这个漏洞，真的这个出事的现场就麻烦大了。但如果这位恩典的主在，我们的人生很像很多的时候都会出代志，对不对在人生这么多出代志的现场，会有因着恩典的主，我们的人生的现场是恩典的现场。那么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他让我们经历到恩典。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人生的现场真的需要恩典。看到大卫这么难过，我想他的内心大卫内心有很多对亚撒龙的不只是悲哀哭泣而已。过去有许多的说不出口的那种应该对亚撒龙的管教，或者是接纳，或者是他会觉得他错失错过了，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他的悲伤难过。所以大家也就静悄悄，本来是应该很战场上应该是赢的人应该是很欢天喜地的大家都应该是胜利的。可是在经文讲说，那天大卫全军胜利的欢乐都变得哀伤，因为大卫为亚撒龙哀伤而这些人呢，静悄悄回城里，好像战场上败将下来的队伍那么羞愧。哎呀，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王蒙着脸大声的哭，我亚撒龙我约押进来了约押记得吗？是他亲手杀了亚撒龙。他进来屋子里见王，对他说，你今天侮辱了你的部属，那些救了你和你儿女并非性命的人，你恨那爱你的人，却爱那恨你的人。你明明不
不把将将领部属放在眼里。我看如果今天押沙龙活着，而我们都死掉，你就高兴了吧？约押讲的很重，话很重，对不对？好像一棒要把他敲醒一样。然后他没有让大卫有什么迟疑。现在请你出去安抚你的部属吧，我指着上主的名发誓，如果你不这样做，到明天早上没有一个人会留在你这里了，那将是成为你一生所遭遇最可怕的灾难。如果你是大卫，听到你的部属这样讲，你又是在那悲伤中的人，你会怎么办？我们看记录经文说，于是王起来，出去坐在城门边，他的部属听到他在那里，就聚集到他面前。王听进了约押的话，就正如我们今天雅各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当中若有迷失而离开真理的人，有人把他找回来，你们要知道，那是迷失的罪人回头的，会把罪人的灵魂从死里抢救回来，并使许许多多的罪得宽赦。今天的经文正显示我们人生的恩典现场。恩典就是外加给我们本来不是这种情绪，我们本来不够有的，神外加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恩典。原来我们没有那个勇气的，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因着爱上帝的关系，外加给我们的这个人生恩典现场。真的感谢神，主爱我们，主爱我们，正如大卫爱儿子，而我们领受着爱，就是要起来成为可以影响别人，带领人在神的面前，使灵魂不会畸形残废，而使灵魂可以健康起来。我们来默想，大卫素来英明，为何会因儿子的死而使部下士气大挫呢？约押对他的劝诫是否合宜？我能否因为这样子而体会到属灵领袖应该具备的条件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使我们生命活起来，使我们原来在那罪恶中，我们被你叫醒，或者是你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叫醒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在死里被拯救抢救回来，而得着赦免。谢谢你爱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重新再来，也给我们力气，我们也发挥那个影响力。爱人是主你的爱唤醒人，使人回转，回转就是起来，起来走对的路，做对的选择。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在恩典之路有主的带领，我们也使别人能够恩典满意，因为爱我们这位神，要爱每一位。我们明天见。